賊心不死，又嚟割韭菜。香港手足嘅錢唔好呃噶啦。最近老牌港星杜汶澤搞咗個大動作，推出台式拌麵，4包賣88港元。呢個價格一出，網友直接炸鑊，食咗唔單止人會肥，杜汶澤個錢包都會肥。更加勁爆嘅係，佢咁急兇兇咁撈金，竟然係因為命不久矣。消息一出，港民卻鮮有同情之聲，反而罵聲一片。咁究竟係咩回事？我哋馬上嚟睇下。提起杜汶澤，唔少影迷嘅 DNA 絕對會動。想當年佢喺《無間道》裏面演嘅傻強，黑口裏面藏住幾分狡黠，將一個底層古惑仔嘅掙扎同義氣演得活靈活現，直接成為咗港片歷史上嘅經典配角。後來喺《伊麗莎白》裏邊，佢又化身失意警察，細膩嘅演技直接攞下金紫荊獎最佳男配角。到咗《Diva 華麗》之後，佢飾演嘅唱片公司高層，更加將角色嘅野心同埋無奈刻畫得入木三分，令到觀眾同影評人都讚不絕口。嗰時候嘅杜汶澤仲係演技派老牌港星，口碑好到冇得講。唔單止演戲犀利，佢跨界仲玩到風生水起。喺獎門人系列嘅綜藝裏邊，靠住獨特嘅幽默圈粉無數，甚至主持過大型晚會，妥妥嘅多才多藝。邊個都估唔到嘅係，呢一位實力派演員會一頭扎進商海，而且每一步都充滿爭議。從演員轉藝商人之後，杜汶澤嘅投資版圖越鋪越廣，餐飲、科技產品均有涉獵，但大多數項目反響平平。甚至俾業內人士質疑係借明星嘅光環圈錢嘅工具。有商業夥伴私下吐槽，杜汶澤對項目嘅實際投入遠不如宣傳得賣力。佢嘅心思從來唔喺打磨產品上邊，滿腦子都係點樣快速變現。呢一番話為咗佢日後嘅口碑崩塌埋下伏筆。真正引爆輿論嘅係嗰款定價鶴立雞群嘅台式拌麵，4包88港幣嘅價格。喺香港平價速食市場裏邊堪稱天價，同類產品售價普遍不足其一半。價格曝光嘅瞬間，消費者譁然，社交媒體上嘅吐槽聲浪此起彼伏。一句食咗會肥人，仲會肥咗杜汶澤嘅荷包嘅調侃，更加喺港娛圈傳得沸沸揚揚。面對質疑，杜汶澤卻高調宣稱呢一款拌麵首日發售空前成功，早上開賣，下午就賣出超過10萬包。直接賣到斷貨。呢一番說辭好快就俾網友篤穿。如果真係咁暢銷，點解後續唔見鋪貨？更加諷刺嘅係，佢一邊吹噓銷量火爆，一邊又宣傳突破產量限制，推出所謂嘅食家級美味、大眾化價錢、貨源不斷嘅新產品，甚至放話要靠台灣獨特風味攻陷全世界。呢一番話傳到台灣，直接俾當地網友潑咗冷水。普通人買嘢講求性價比，唔會因為幾句愛台灣嘅空話就花錢高價買呢啲普通拌麵。佢如果可以喺台灣賺到錢，使乜返去香港撈金啊？面對鋪天蓋地嘅質疑，杜汶澤選擇咗人間蒸發，既唔回應價格虛高嘅爭議，亦都唔解釋銷量數據嘅疑點。呢一種回避嘅態度，徹底點燃咗網友嘅怒火。又想賺大錢，又唔想俾人鬧，天底下邊有咁嘅好事？除咗宣傳誇大其詞，試圖靠名人效應衝銷量，呢一種硬廣式帶貨，令到觀眾睇得頭皮發麻。有人直言，杜汶澤嘅營銷策略太過功利，完全冇琢磨過消費者嘅真實需求。講到底就係只顧撈錢，唔顧口碑。更加令人哭笑不得嘅係，佢甚至喺直播裏面強行插入廣告，動則打斷節目流程，引得觀眾紛紛留言太尷尬。對比其他明星嘅帶貨方式，將產品融入生活分享，自然植入。杜汶澤呢一種夾硬嚟嘅操作，顯得既生硬又冇誠意。那麼杜汶澤點解咁急住撈金？答案藏喺佢窘迫嘅現實生活處境裏邊。有消息稱，杜汶澤已經停工好耐，經濟狀況早就陷入困境。早年間佢偷稅漏稅嘅黑料被扒出，唔單止自己名譽掃地，連帶住妻子田蕊妮嘅事業都受到咗牽連。田蕊妮曾經係 TVB 嘅當家花旦，演技同埋人氣雙在線。佢因為杜汶澤嘅爭議言行，事業一落千丈，逐漸淡出觀眾視野。近年來，兩夫妻嘅拮據生活多次被媒體拍到，兩人現身街頭食15蚊嘅平價便當，
衣着樸素，毫無明星架子，甚至有傳言稱佢哋嘅信用卡被銀行停用，日常開銷都成咗難題。事實上，呢一款天價拌麵並非杜汶澤嘅第一次撈金嘗試。此前佢曾經喺台灣開鴨血店，結果因為使用地溝油被罰款，品牌形象一落千丈。轉戰直播帶貨賽道，又因為賣慘過度被平台封號。更加離譜嘅係，仲有傳言稱佢走去日本從事灰色職業，時薪僅150蚊人民幣。不過呢一個講法並未獲得證實。佢曾經仲放話要組建香港女團送去韓國培訓，野心勃勃咁想分一杯偶像經濟嘅羹。結果計劃剛啟動，團隊中嘅一名成員就因為涉及非法活動被限制出境，成個項目最終不了了之。鮮為人知嘅係，杜汶澤嘅急功近利仲同一場健康危機有關。佢早就被診斷出患有米勒費雪症候群，呢個係一種罕見嘅神經系統疾病。嚴重嘅時候可能會導致四肢癱瘓，甚至窒息死亡。呢一個消息曝光之後，曾經引發一陣關注。但係港民非但沒有生出同情，反而對佢嘅撈金行為提出更多質疑。明知身體唔好，點解唔踏實養病，反而一門心思割韭菜？值得一提嘅係，杜汶澤嘅天價拌麵翻車事件並非個例。近年嚟，唔少港星紮堆跨界經商，直播帶貨，卻因急功近利頻頻翻車，將多年嘅積蓄口碑消耗殆盡。直播帶貨堪稱港星割韭菜嘅重災區。昔日憑借《天龍八部》、《寶蓮燈》圈粉無數嘅陳浩民，如今已經成為假貨專業戶嘅代名詞。佢喺直播間上演嘅價格跳水戲碼，曾經令到觀眾目瞪口呆。一款標價5980蚊嘅進口紅酒，俾佢斬到19蚊9賤賣。但係粉絲收到貨之後，先發現所謂嘅進口紅酒，僅係成本8蚊半一斤嘅劣質基酒，包裝上嘅二維碼根本掃唔出嚟，甚至存在安全隱患。更加令人不齒嘅係佢嘅假黃金騙局，800蚊售賣嘅足金頸鏈，戴咗唔到1個星期就褪成銅色，消費者想維權，但係商家一早已經失聯。陳浩民卻喺直播間裝聾作啞，刪除負面評論，封禁批評觀眾。當初承諾嘅退款退貨政策淪為一紙空談。從屏幕上風度翩翩嘅古裝男神，到直播間嘅割韭菜能手，陳浩民嘅口碑徹底崩塌。講到底係對粉絲信任嘅肆意消耗。就連靠健身直播翻紅嘅國民健身教父劉畊宏，都唔可以逃過帶貨翻車嘅命運。2022年，劉畊宏嘅健身操火遍全網，佢順勢轉戰帶貨賽道，卻衰咗喺一款名叫冥智嘅燕窩上。呢一款被宣傳為美容養顏、增強免疫力嘅產品，被查出根本唔含有有效燕窩成分，就係一碗糖水。事情發酵之後，劉畊宏嘅團隊一開始仲想撇清關係，稱未主動合作，無法確認涉案產品批次。雖然最後協助消費者退貨賠償，但係佢都係損失咗40幾萬嘅粉絲。直播間觀看人次從巔峰時期嘅4476萬跌到100萬級別。後續佢嘅直播間又因為着裝違規被封禁，粉絲舉報不斷等風波纏身，苦心經營嘅健康人設幾乎崩塌。呢個亦都印證咗嗰句話：信任一旦破碎，就再都難重建。除咗直播帶貨，餐飲行業亦都係港星割韭菜嘅重災區。古惑仔裏邊嘅大 B 哥扮演者吳志雄，曾經喺大陸開咗5間志雄廚房海鮮餐廳，最終卻因為缺乏核心競爭力，落得全軍覆沒嘅下場。吳志雄一開始靠住古惑仔嘅 IP 光環，吸引咗唔少加盟商同埋顧客，但係佢只係顧住消耗明星效應，卻完全忽視咗菜品同埋服務。菜價定價虛高，口味卻平平無奇，服務質量更加係一言難盡。門店全靠粉絲打卡消費撐場面，根本沒有復購嘅支撐。最終，所有嘅門店喺開業冇幾耐之後，全部陸續倒閉，累計虧損上千萬元。其中，深圳門店開業僅半年就草草收場，成為咗明星割韭菜嘅又一經典案例。事實上，
杜汶澤嘅天價拌麵鬧劇唔單止係一場個人嘅風波，更加折射出娛樂圈嘅信任危機。香港資深記者阿 Ken 曾經一針見血咁樣分析，明星嘅公信力從來都唔係靠名氣撐起身嘅，而係源於實打實嘅作品同埋人品。杜汶澤早年靠演技賺下嘅口碑，早就俾佢一次又一次咁割韭菜嘅操作消耗殆盡啦。依家佢賣面俾人鬧，本質上就係公眾對佢嘅報復性抵制。大家唔單止唔買佢嘅產品，連佢呢一個人都懶得再睇一眼。做生意講到底，搏嘅都係誠意。明星帶貨並非唔可以做，但如果滿腦子想嘅都係點樣可以收割粉絲嘅錢包，而唔係攞出真正有價值嘅產品，終究都係竹籃打水一場空。畢竟粉絲嘅信任同埋錢包都唔係無底洞，嗰啲只顧眼前利益嘅割韭菜生意，注定走唔長遠。而對於觀眾嚟講，經歷一次又一次嘅翻車事件之後，亦都早就練就咗一對金睛火眼。邊個係真心做產品，邊個係假意撈快錢，一眼就可以睇穿。